呢單案最令人不安嘅唔止係手法兇殘，而係受害者幾乎冇人留意到。事件發生喺4月底，喺泰國清邁，警方拘捕咗一個31歲嘅男人巴列普利，而佢已經承認涉及最少3宗命案。第一宗死者係51歲嘅流浪漢半潤，疑犯懷疑佢偷咗自己嘅電話，追唔返之後就喐手。首先佢用刀拮佢頸部令佢致死，再用垃圾冚住佢嘅屍體跟住消失。第二宗，一個46歲嘅流浪漢 Joe 喺另一條橋底遇到疑犯，據講對方問佢攞錢，甚至趕佢走，話係佢自己嘅地頭。疑犯情緒失控，於是踢佢條頸，再不停踩佢，直至到佢當場死亡。同一晚2條人命，但警方在調查之後發現呢個人唔係第一次殺人。第三宗發生喺今年1月喺清萊，疑犯話曾經用石頭打爆另一個流浪漢嘅頭，再用刀將佢刺死。疑犯喺2025年先出獄，曾涉及盜竊同毒品案件，性格暴躁，長期帶住把刀。警方靠 CCTV 全程追蹤，最後喺公園將佢拘捕。目前嘅控罪係故意殺人同毀屍滅跡。警方表示唔排除有其他未曝光嘅案件，而呢單案最令人不安嘅地方係受害者全部都係流浪漢，而呢班人消失咗都未必會有人發現。